这里是有野水。对对对，来 ，OK 好，我行过来，我行过来，来，我行过来，行过来，来，我看着他，看着他。
有啦。有没有看到想象哦？要想象哦。你行过，你行过，你行过，你走过，您走过，我用录音的，你们走过，走过去，你拢行过，我用录音的。录影者，录影者。我来录影者，看一下，录影者。录影者，录影者，看看录影。录影者。
Be careful. Vamos,变了。录影照，看这里，哎，表情，注意你的表情，注意你的表情，录影多，哎，表情要好哦，以后看到 YouTube 你就知道哦，哎，好，啊，这台是不是用喷的？刚好看大台啊，好像哦，是吧？错。这是你来你房间的，哦，伊有，这无的啊，无有房间是啥物种？Please like that. You gotta like that. Okay, so like this. 查一下救生衣在这里。我这边走，你马来去走呀？啊，你马出来啊！我拿这个给你们拍，就说来，你们赶紧给他传。我们前面的叫月亮湖，是一个海上的溶洞。刚才我们是爬上，现在我们不用爬了。哎，这是海里面的哈，海里面的一个溶洞。一般呢，如果水上潮的时候啊，你看水可以把那个洞门都淹没了，都放不出来了。但是呢，水退潮的时候，我们才能进去。所以里面有很多野生的动物生存，比如说野生老猴子啊，那个海鹰啊、乌鸦啊等等的，很多那个野生动物在里面，里面也很凉快的。然后这里是有那个回音，如果我们大声喊气，它也会有回音的哦。安装摸底哦。对，这个是要创业的，如果不会玩的，就会高中的，而且会倒下的。你看有里面也有人种主食，就像那个小萝卜、白萝卜啊、泡菜啊一样的，然后上面有很多生蚝，对，就是你们自己那么大
那边有。条例嘛。好听的，右边一点，右边一点，对，再垂一点。因为里面很凉快，很舒服啊！你看，为什么这个地方叫月亮湖？是因为从上面看下来，这个像月圆一样，像月亮一样。这个呢，你看好奇怪，全部都被山绕着一圈，围着一圈的。从上面看下来，有点这里像那个龙的眼睛一样，对，也像月圆一样，所以叫月亮湖。很安静，如果有台风的时候这里没有风。小船会跑进来，这样的那个小船会跑进来这里躲。下龙湾呢，就是太平洋的北部岸。这个我们的下龙湾是太平洋的一个北部湾，是一个那个叫避风港，别的岛屿会挡住了。那到了那个岸上的现在就变成小了，就变成小了。看它树上的也是大了，你看到了吗？你看到猴子了吗？对，有大有小。这个猴子还会游泳呢。不应该。对。这个猴子呢是会游泳的，不应该如果它们饿的时候，你扔的东西扔到水里面，它也会跑出来去抓的。我是说不要喂下，喂食然后它生气了。它不会跑到我们船上，它不会跳下来，它不会跑到船上的。没有，这个猴子它还是有点怕人的，它不会跑到船上的。你看这个。然后你有没有注意到有很多在上面，但是不敢下来，因為有猴王。幾多啊？太平洋啊！假如做cái thằng này đâu à cái？来，谁要扔给猴子吃？来，谁要扔给猴子吃？来。来，谁要喂猴子的？来，后面的要，那边的要喂猴子吗？来，大哥，给你们。吃饱了，这个派款了。等一下把那个篮给我就好。人派款是搞嘛派款了。哎，哇，他会下来的。再试一啊！都没丢，有点不到了。哇，这个要练习。哎，没有他下打人打，超害羞的。你比了就比了，来您看我给他，再给那个，再给那个划船的。他也下来了，你看他也下來了。OK， sao bây giờ thì nó ra rồi bên đấy rồi nha. Sao đây? Cái xô thế này mà bằng Ây dồi. Đưa đâu? Nó siêu siêu kia này. Siêu siêu kia. Chứ mà không có thải này. Hai cái nhỏ rồi, 你看。哦，哎，这个。真派哦。你看，这小小的小孩子啊，就像我的这上面的小小的。我想吃。对啊，不要干那个。对啊。Rồi, ra luôn cũng được nha. Cái 两个人也要配合好，对吧？对，然后我们等一下去坐那个快艇了，他就带大家跑到那个007拍。以前007这部电影就是在这个区域去拍的。然后呢，那个时候那个007它不是有一人跑嘛，有人在后面追嘛，用那个枪啊，就上啊这样。好好了，哎。
解决一下。这个人我就坐得摆啊，就出门这样的，我印象。啊，可能无足够新鲜，现在都讲无路了。有，但是我们是要这样的，那你注意，要到很低的，然后再多。时间拍啊！无啊无啊！人头石，皮是圈圈的啊。这个有，看到。蝴蝶洞，这个洞前面的那个洞像蝴蝶的翅膀啊。右手边这里有一个乌龟石，前面是乌龟的背，后面的那个前面是龟头，后面是龟背的啊。有看到吗？我无去啊。你把叫去，我就是讲无去啊。我无去啊。开玩笑，进来才笑。哦，这快行了，好累。等一下都会绕一圈，这边也能看到的哈。然后这里有一个叫马鞍山或者骆驼山也可以。对，你看天启宫都看了吧？对。这里就像马鞍一样的，或者像骆驼的一个驼背一样，这也叫骆驼山或者叫马鞍山都可以哈。现在有几个石头躺在
摆住。3、1、2、3 ，OK。刚才前面。因为觉得师傅们，师傅的这个技术好哦，他们是故意这样绕的，让你们更刺激一下，更好玩一下的啊！来，我们现在要去，等上去了，我们就把这个销售